以下節目包含非廣東話內容，建議啟動字幕功能，細心欣賞。以下係迷宮嘅天氣報告。今日吹起怪風，仲有怪雨。哇！今日真係好大雨啊！迷宮裏面都突然吹起一陣性感嘅怪風喎。係好大風。咦，今日嘅天氣咁古怪，咁咪冇得去花園 high tea 咯。女王小心啊！小心啲咩啊？小心啲怪風怪雨。每逢有怪風怪雨，總有怪事發生。哦，咁 scary！ 怪事喺邊度發生啊？怪事就喺嗰度發生。最近出現咗一種神秘嘅新病毒，好多受感染嘅人都去醫院求醫。經過我哋深入嘅調查，發現病者都會出現幻聽嘅病徵。我愛林律師。啊？老的條例。我愛林律師。什麼？On Monday，上海開林律師。我愛林律師。What？我愛林律師。點解嗰啲人聽親啲乜嘢都會變成我愛林律師？我哋要點調查落去？點樣拯救人類？放心啊，女王，我哋揾嚟病者嘅家屬，睇下發生咩事。唉，我都唔知發生咩事。呢個牛泥啊，自從中七嗰年去完長洲個 camp 之後，就變成咁啦。唉。Oh, it's horrible, terrible, unbelievable！ 咁睇嚟佢哋似係精神失常多啲喎。除咗精神問題之外，佢哋仲會有嘔吐不適嘅情況出現。Oh no！ 咁使唔使準備啲喇叭牌俾佢哋啊？女王，喇叭牌係指屙㗎，唔指嘔㗎。Really？ 啊哈！弟弟，好悶啊！睇咩書啊？姐姐陪你傾偈。你最中意嘅寵物係咩啊？你最中意嘅女藝人係咩啊？你嘅志願係咩啫？講俾姐姐聽啦！除咗佢兩個之外，仲有好多人有同類型嘅事情發生。My beloved people， 我親愛嘅子民咪好危險。特務001 Adam 姐，你有冇解決嘅辦法啊？放心啦，女王，經過我哋深入嘅調查，已經揾到病毒嘅源頭。轉頭翻嚟，繼續解謎。
啲人知道湯 Sir 要結婚，撲都撲唔切咁打電話去恭喜佢。你睇，塞死晒條電話線啊！其實7月11號當面去恭喜佢咪得咯，唯有先跌入屋。繼續有迷宮嘅天氣報告，迷宮外面吹住無定向風，狂風大暴雨。迷女郎，你頭先話追查到啲乜嘢話？報告女王，我哋喺所有患者嘅屋企都揾到一啲紀念冊，我哋已經將啲紀念冊送咗去 Dr. Bobby 度分析。法證先鋒嘅歐陽震華？根據我嘅專業判斷，呢啲嘅紀念冊有2個共通點。第一個共通點就係呢啲紀念冊全部都係來自一個叫做湯禎兆嘅中國籍男子。而第二個共通點呢，就係喺呢啲紀念冊入邊，所提到嘅全部都係關於佢嘅女朋友。嗱，我哋睇下，哇，最喜愛嘅藝人女朋友，最喜愛嘅密友女朋友，最喜愛嘅寵物又係女朋友。呢一啲咁肉麻嘅説話，我相信就係嗰啲病人嘔吐嘅原因。Well， 究竟呢個湯禎兆係咩人嚟㗎？據我所知，佢係一個有2隻手、2隻腳、4隻眼嘅人嚟添。Oh no！ 4隻眼？係啊，佢戴咗眼鏡，所以就有4隻眼啦。同埋佢係一個好冇記性嘅人，成日都唔記得咗女朋友嘅生日。而且佢仲神神化化，佢平日嘅消閒活動竟然係逼女朋友飲中藥。既然呢個湯禎兆係病毒嘅關鍵人物 ，Ellen 姐，我命令你即刻去調查一下呢個咁肉麻嘅男人。係嘅，女王。如果所有病者都曾經去過長洲，所以我哋會鎖定長洲作為第一個追查嘅地點。經過明查暗訪，我哋終於喺長洲揾到當日目擊呢個男子嘅居民。佢喺2007年11月23日曾經見過湯禎兆帶住班豆丁鬼鬼祟祟去到沙灘，唔知做乜嘢，於是就拍低咗當時嘅情況啦。湯禎兆愛林女士。經過我用蒸餾法做嘅實驗，嗰個咁骨痹嘅男人所講嘅嘢，其實係帶有一種特定嘅頻率，產生一種心理暗示。呢啲心理暗示就好似一種輻射咁散播開去，令到患者聽親啲乜嘢都會變咗做我愛林律師。個原理就係咁樣啦。林律師女朋友會唔會係同一個人呢？報告女王，佢哋的而且確係同一個人。睇嚟呢個人就係一切謎嘅關鍵所在。Ellen 姐，即刻同我揾佢出嚟。根據 Facebook 嘅可靠情報，湯禎兆同埋林律師會喺2009年7月11日出現喺天主教聖母無原罪座堂。Very nice。下一集我哋會派出第7路軍 A 隊去到呢個教堂，搞一切終極之謎。